部分期即摆去香港名义上是推广华人的观光，不过依照平面媒体报道，有一场满员的活动中，甲部分期共队就未少香港亲中国派议员，或是长期负责中共统战的教育，或是主导盟军的工作。所以讲，民进党质疑讲，部分期即摆见遮侪亲中的人士，到底甲对方交涉什么款的敏感的内容？这部分期是讲，甚至公众人物所有行程拢是公开，嘛问讲，敢讲入去所有行程？拢会甲民进党报告。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奇接到离开机场，导航猎包。中国的战将鲍坤奇，你让台湾的众议院委员赵启荣了。多家鲍坤奇拨款，佮特别抢到伊边头前，连续2摆伫立法院会议当中前往香港。鲍坤奇这摆以推动观光做理由，严格说红也了讲，含真济亲中派议员见面。港管局主导香港立法会议员定辉属于爱国者电影的成员，协助中共统战香港的构想。也有西港区议员林正嘉、陈家伟，嘛拢是亲中的立场。啊，那伫第4道西港区议员，除了陈光辉、张美雄，也有一个陈志豪，当期咧做统战盟军的工作，更加捌主导反占中游行。自2014年，香港占领中权的运动，双方人马爆发着激烈的冲突。反占中的迄边大部分是亲中的人士组成。如今当年幕后主导者说含鲍坤奇坐港岛，在立法会里面的亲中派议员的运作之下，让中国的手长驱直入，深入香港。我们看到傅昆萁委员和这些所谓的亲中立场的议员有所交流的时候，我想确实会让我们心生警惕。带了至少7位乡镇里长前往香港，他到底跟这个对岸那边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往来跟内容？我想我们身为一个公众人物，所有的行程都是很公开的，但是我不晓得，是我们身为国会议员，难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要跟民进党来报告吗？鲍坤奇否认牵涉到敏感的议题，美力也无应该将推广观光的这件代志抹黑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